继续来看台中是有民众出面指控，讲有一对生出来翁仔某骗人讲因是市政府的首相，要招人投资殡仪馆的建设。民政局是表示，殡仪馆拢是公家咧办、公家经营，呼吁民众就千万莫互骗去。 一份殡仪馆 BOT 案的合约，佮加上土地成本，陈小姐出面指控，一对经营时来装修公司的蔡氏翁仔某，自称是承揽几落件台中市殡仪馆纳骨塔标案的包商。2020年间提出相关的文件招揽投资，而且标注有保密条款。陈小姐陆续投入900多万块，一直到对方联络袂到，向台中市府查证，才发现欺骗。 西屯区的 BOT 案给我一个合约，那因为起头为什么109年到现在才会东窗事发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签的那份合约里面就是写有保密条款，并且它有那个黑道的背景，所以我们变成不敢说。陈小姐向民台求助，才发现另外有5名受害人，其中张先是指控蔡氏翁仔某欺骗会当投资台中的纳骨塔，结果伪造张先是的印鉴证明，和家己的15笔土地甲3个建物，拢向转移到别人的名下，市民价值将近4亿。15笔土地跟三个建物都是在别人的名下，这些出售出去的价金。 张姓被害人是最后都没有拿到，完全没有拿到。那这个当然显然是一个诈骗案了。台中市民政局表示，4位殡仪馆拢是公办公营，无 BOT 案。蔡氏翁仔某经营的时来装修公司，确实有承揽过标案，但是这间公司的负责人已经换做别人。台中市的4个殡仪馆，也就是我们的东海，那还有我们的东市，还有我们的大甲以及崇德相关的殡葬事业都没有委托这个 BOT 案。那目前都是公办公营的方式来办理。装修公司电话是空号，蔡氏翁仔某已经换手机号码找袂到人，控诉民众拢已经报案提起诉讼，希望讨回公道，也呼吁其他受害者出面检举。市府是强调，后续的厘清整个事件，假以市府的名义行骗，民众会使打电话确认。记者台中报道。